一方面继续来关心中国武汉疫情上新的消息，一方面要来关心为中国倒转来的民众，都爱家己伫咧厝内隔离。新北市就一对翁仔某，初二坐小三通转来到台湾，本来应该爱伫咧厝内乖乖隔离14天，结果昨昏家己选出去坐飞行机，伫咧金门准备要去中国，该在互人抓落来，送转来到台湾。另外，桃园这2天冒5个本来爱伫咧厝内隔离的人，家己出来到外口拍照，依法拢爱重罚。 拍什么？干嘛一直跟着拍？没有啊，你们不是要居家检疫的吗？你们为什么可以要出境？港口边这对翁仔某看到镜头，回头就走。原来这对姓江的翁仔某违反踮伫厝的检疫的规定，佫想要走去大陆。那为什么一直跟着？我们就回去就好了。为什么一直跟着？翁仔某2个人的情绪真激动，认为政府这个伫厝检疫的措施伤过严重。没病也没什么。游览车带你们去机场。什么记者？好都不去拍，进门拍一些乱七八糟。 详细调查发现，原来这对翁仔某住伫咧新北市，初2对小三通入境转来台湾，按照规定必须爱伫厝内隔离14天。无想到今仔日煞互人发现，坐一条龙的班机出现伫咧金门，准备要坐小三通的船去厦门。他现在的话就是要做居家检疫啊，对，所以他就是违反了这个部分啊。好佳在这对翁仔某互移民署的人抓落来，目前将这2个人送去机场，准备要坐飞机转来台湾，后续会交予新北市来裁罚。另外，伫咧桃园看到画面顶悬这个戴安全帽的查甫人，伫咧车厢内底行来行去，烦恼受到传染。伊家己有滴喙炎，但啥物人嘛无想到，伊嘛是一个必须爱伫咧厝内做检疫民众。桃园这2天连续发生5站必须伫咧厝内做检疫的人，家己出外的代志，为着要防止疫情，政府加强管制。民众若是违反规定，恐惊会收到上悬15万的罚单。防疫非常时期，民众上好配合，莫甲家己的钱财，阁有全面的健康来激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